今年上重要两件代志，就是要记录咱的妈祖，过来就是咱的老手路的包装图。比那地乡有一条少年街，不分在地人也是外地人，用心传承地园，用料理、体验甲环境教育，要让大家看到比那这个土地甲地文化。迄当阵，我咧读硕士的时阵，我本来就是读设计，但是因为我家己较介意去做旅行，我想要用我的设计，看会当帮一寡在地的产业，看有人做出一寡物件。这代来做茶，可能差不多剩20-30户，所以差中间差足多。我嘛想讲，阮若倒来做，这就是阮的舞台。因为青春，所以有梦。下礼拜三暗时10点，青春咱的梦。